大家好，我係梁雅蕾，今日嚟到第15節，我哋會繼續講關於《陽明經·青女實熱藥》嘅最尾第37條至到第43條方。第37條係大黃牡丹皮湯，佢嘅方劑組成就會係大黃、牡丹皮、桃仁、冬瓜子仁同埋芒硝。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右腹痛拒按，女實熱者。第38條係抵擋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水蛭、芒松、桃仁、大黃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少腹硬滿、小便利、或起膜、或狂躁不安者。第39條就會係大陷胸丸，佢嘅方劑組成就會係大黃、芒硝、葶苈子同埋杏仁。而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心下結硬、疼痛較輕同埋寒背強急者。第40條係杞椒櫪黃丸，佢嘅方劑組成係防己、椒木、葶苈子同埋大黃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腹滿、腸鳴、便乾者。第41條就會係葶苈大棗瀉肺湯，佢嘅方劑組成就會係葶苈子同埋大棗，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咳喘、吐黃龍痰、偏實熱者。第42條就會係即實著藥散，佢嘅方劑組成就會係即實同埋著藥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腹滿亂痛、心煩不安者。第43條係排膿散，佢嘅方劑組成係即實、著藥、桔梗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即實著藥散有膿腫者。